人際嘅服務咧就係非常之有意義嘅，咁所以有好多藝員同埋歌手咧都係曾經參加過佢哋嘅活動㗎。咁好似 Alfred 啦，你就係人際嘅慈善之星啦。咁其實咧你參加過好多個活動，有邊一個活動啊？你嘅印象係最深刻嘅咧？我記得有一年咧，同我啲歌迷咧就去咗賣獎券啊。咁其實當日都係大熱天時，咁我哋喺條街度都有3-4個鐘。其實都幾辛苦嘅，不過為咗慈善都覺得係值得。同埋我哋當日咧係賣晒，我哋被批即係有嗰啲獎券，我哋當日已經賣晒。非常之落力，非常之犀利。咁啊，不如你作為咧呢個人際之星啦，不如咧你都介紹一下咧人際有啲咩嘅新設施俾大家認識下。絕對可以啊！呢個都幾關我事嘅，因為我知道咧，今年人際咧就加咗2架大型嘅一啲火車，亦都係設備非常之先進㗎啦。咁其實咧主要都係為咗葵青區嗰邊嘅一啲市民去服務，主要服務嘅對象咧都係60歲或者以上嘅一啲長者嚟嘅。而我就知道咧2架牙科車咧係由人際咧去管理咧同埋營運㗎，並且得到咧葵青區議會推動嘅葵青社區重點項目作為呢個撥款資助嘅。係啦，咁嗱，你作為牙醫咧就介紹完牙科車啦。咁我知道咧，作為歌手咧，你今日咧係要為大家表演嘅喎，係嘛？係。不如咧，你而家去預備下先，好冇？好。一天洶湧的思念逐串絲若長段，直到所有對白像石頭沉澱，直到舉世已入眠，原來沒人夢中相見，才能全無負擔，像初生那天。曾是最熱記憶，動人月色，亦留在今夕。我為誰愛過，耗盡了畢生氣力，遺下最後嘆息，傳奇事蹟被時日侵蝕。以後誰遠去，也沒有不散落筵席。曾是最毒記憶，害人絕色，百年長孤寂。你是誰擦過滲入我身體血液，遺下最後嘆息，漫無目的，願忘掉朝夕。記住忘記我，再沒有不散落筵席。Thank you，多謝晒大家。